想喺職場上突破框框，你有冇諗過可以出外參與行業活動去增值自己，仲可以拎到獎金？冇錯，親身體驗係最好嘅增值方法。資歷架構嘅學習體驗獎勵計劃，幫積極持續學習嘅你建立網絡，飽覽全球。只要你係嚟自推行資歷架構嘅行業，就可以申請。首先，選定你想參與嘅行業學習活動，然後遞交申請表格，最後講俾大家知你嘅行業發展計劃同埋持續進修嘅心路歷程，咁就有機會獲獎㗎喇！每年都有近70個名額，我哋聽下過往獲獎者嘅分享。第一次去呢啲大型嘅論壇咯，咁呢一個論壇呢，其實都會有世界各地唔同嘅關於保險啊、財務啊或者係經濟嘅一啲演講者嚟講啦。譬如話有一次有一個杜拜嘅一個分享嘉賓啦，香港人做嘅業績咧係可能係叫1倍嘅成果，佢可以學100倍，係啦，所以其實對我哋好震撼嘅。好多成功嘅從業員咧，佢哋嗰個視野同眼光或者係方式咧都係好唔同嘅，擴闊咗我自己對工作上面可以發揮個效果添。陪保險業去得更遠，陪保險業去得更遠。多謝咁多位，學習體驗獎勵計劃陪你去得更遠，快啲申請同埋推介俾你身邊嘅人啦！